有一对细老姊妹在共做灵母，涉嫌甲一个查甫囡仔开苦毒甲死，引起社会愤怒。法院在今仔搁再开庭，不过这法院外口呢，有上百名民众呼吁讲爱甲一个姊妹判重刑，甚至是有人提案，若准这苦毒囡仔罪行爱加重，造成囡仔死亡，共款判死刑。目前已经有11万人负议啊。法务部表示讲，会搁再研究敢要修法。 在法院外口人是真济，强要客甲袂过，大家手拢举白菊花、提标语、大声抗议。真济民众来到这，有几百个人来响应，阁有袂少人是专工上班来收听的。我们原本是要送给保姆，在找保姆了。我爸妈听到就说不用，就是不敢相信保姆啦。身为一个妈妈，我真的很心动。每个孩子都是上天赐下来的宝贝，有多少人生不出小孩？有多少人渴望小孩？ 证人因为真关心查甫囡仔凯凯的案件，大家自发性去到法院外口。台北地方法院19调开上尾一届的准备庭，这个民众要求甲涉嫌甲凯凯虐待年幼因姊妹仔，甲当判刑。现在101董事长贾永哲嘛去现场斗小径。面对这样子虐童的行为，真的是要最重量刑。我希望法官能够真正的把他们所有的罪状一一的全部都梳理出来，然后一一的治罪。 专案会有国民法官加入审判，为4月2日开始展开审理，至少会开庭10届。凯凯家属到时嘛会到庭说明。不过，这届开庭，检方甲辩方拢提出请求，希望甲证人隔开来作证，尤其是年幼因姊妹的律师，希望甲来旁听的民众会当用徛平隔开。还是不认罪吧！这个案件定伫5月13审判，不过判决出来进前，证人要是持续伫讨论。 各有人提案，希望加重苦毒囡仔的刑责，只要虐待囡仔致使死亡，都要判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，而且袂当加刑。迷虐幼童罪去年已经完成修法，加重相关的刑责规定。至于是否再行修法，本部尊重相关的修法建议，妥适研议。这届无到1个月的时间，都提早符合户籍人数的条件，即卖已经超过11万人支持。因那组织机关法务部表示。 感谢修法会好好来研究，上班5月16一定会对这个案件做出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